歡迎大家收睇2026年2月14號星期六，沙特阿拉伯安都拉茲馬場舉行嘅越洋轉播賽馬日賽馬貼士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一場，即係當地嘅第3場，將於香港時間晚上9點20分舉行。表列賽圖哈克杯泥地18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南半球出生馬同埋4歲以上北半球出生馬參賽，總獎金10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5號主場時間、9號智勇月日、5號終極之鄉同埋13號精銳總部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2場，沙特打比3級賽泥地16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馬匹參賽，總獎金15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8號李健航行、2號神聖金地、6號由我主宰同埋7號全滅千敵。賽事編號 S2 第3場2級賽維亞德泥地短途錦標泥地12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馬匹參賽，總獎金20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敢想像、12號鑽探、8號直闖強衝同埋7號相思曲。賽事編號 S2 第4場1351草地短途錦標國際2級賽草地1351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南半球出生馬同4歲以上北半球出生馬參賽，總獎金20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別具風味、8號拼勝寶、3號時來得運同埋7號晚威合。賽事編號 S2 第5場國際級賽新未來城草地杯草地21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南半球出生馬及4歲以上北半球出生馬參賽，總獎金30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名醫、5號還未飛行、6號如冠軍同埋7號真命新帝。賽事編號 S2 第6場國際2級賽紅海草地讓賽草地30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3歲以上南半球出生馬及4歲以上北半球出生馬參賽，總獎金25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史詩日財、6號進火伴、7號博得到同埋1號夜曲預感。因為嘅尾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凌晨1點40分。賽事編號 S2 嘅第7場，即係當地嘅第9場國際級賽沙特杯泥地1800米，呢項賽事只限
3歲以上南半球出生馬及4歲以上北半球出生馬參賽，總獎金2000萬美元。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青春常駐、8號半神明、14號一代公主同埋7號內華海灘。